屏东美味公司用这工业滚药水洗地肠啊，是有事件透早，甲因罚超过5000万。是有需要讲呢，目前还有784公斤的乌心地肠啊，遭到市民记，主要是走向屏东的和兴市场和台北的宁夏夜市。通公共的面线加一大汤匙的大肠，头家讲这寡大肠拢是伊家己手工落去洗的，逐工需要用粗盐、苏打粉换3至4点钟，和市面上买的无同。就是要我们一般这种传统的店家才会自己洗，因为现在老实讲，很多人都是已经不太能忍受这种洗大肠这种比较臭、比较繁杂的工作。但现在很多人都直接买便的啦。因内拢家己洗啊，阮伫外口阮就买迄，我是爱食伊的大肠面线。这届屏东的百威公司用工业的滚药水来做乌心地肠，已经有真侪小食摊受害，也影响到民众食意愿。当然会担心啊，就是很常吃大肠面线，可能最近就会比较先不要买。根据食药署的统计，目前已经封存12万公斤的大肠，完全无流去市面。另外有2430公斤的产品已经完成落架，但是已经有784公斤的产品卖出去啊。食药署也会照食安法来罚。那么会依据食安法，那么给予重惩，超过5000万。一个是在这个屏东的和生市场，那一个呢是在这个台北的宁夏夜市，以这2个为主要的这个有售出的这个地点。卫福部长表示，这是严重的违规，所以拜三已经发出裁罚单，照食安法来罚，金额会超过5000万。另外也启动全国地肠仔的抽检，目前并无验出违规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